为了促进世界安危共，中方愿在此提出全球安全倡议。我们要坚持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，坚持尊重各国主权、领土完整，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，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，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。中方愿同各方一道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分歧矛盾，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，筑牢地区安全屏障。中方欢迎阿方参与全球安全倡议，愿继续为促进中东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。中方愿帮助非洲提升自主维护和平稳定的能力，推动全球安全倡议率先在非洲落地。只要我们携手同心，行而不辍，就一定能汇集起合作共赢的伟力，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挑战，迎来人类更